เป็นจอกขนาดใหญ่โอ้เริ่มเลยไปบนที่ว่าสุดเลยเด้อตัวเมืองนะนครคุมิง云南省卫生政府中共驻中央决策部署强壮数字化发展历史进取，大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ใส่ไอ้จับเม็ดเนาะ中共作为常见云上云云南省信息化中心首期项目，总投资22.44亿元，总建筑面积13万平米，规划建设4条通线。推动机会接近204个，服务近于8万台，100万需求服务，可将航空、钢铁、金融、物流、农业、环境等多个领域提供安全有效的保障。红黑装置与生产费一会发现，只为了解年度完的上为期10万的大能力，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做大盘的广告的企业的尤其在这个智慧政府，轻重办事不用再多跑，曾经繁杂的工作已变得安全廉洁、高效智能。智慧计划引领着云南政府部门规划高效科学的能力，不断提升云南地保这个体系治理能力新的好水平，着力解决人民就业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智慧企业人工审批、财务分析、专业采购、资产配置、人力资源调配，实现科学化管理，赋能企业提质增效。智慧交通让途程变成一个记忆，让生命得以生活。智慧旅游让你静下山水，感受繁华，利用人力资源。和谐共生，智慧乡村让农业多个领域与时空的阻隔，脱贫致富不再只是梦想。智慧林草让绿色在这里得以延续，让生态在这里得以信仰。智慧物语浩劫文化。科技南部互联互通，数字赋能经济腾飞。整合产业生态资源，为客户提供云计算、云存储、云安全、云功能一体化解决方案。最近国家危机解放定位建设，安全稳定的运行环境，商业部多运营商业逻辑的条件。秉持一系期间催生新动能发展思路，积极布局数字云南基础设施建设。云投生产集团与上源公司持续坚持源源不断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力。大地回春，万物生长。一个多样的生命在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农村到城市，从田野到车间，从生产到生活，旅游、医疗、教育、就业，无不和数字息息相关。数字激发云南产业蓬勃发展，数字驱动云南经济获取势头。你先看。